好啦，今日翻到嚟我哋 YouTube channel 虛擬貨幣投資教室啊。今日4月1號唔係愚人節，有個優惠帶俾你，因為佢咧限時嘅優惠。用以下連接購買啊，你咧經呢個連接購買咧就可以享有呢個贈品嘅優惠啦。去送呢個BTC 嘅 coupon 啊，你就直接擺翻落你嘅 Cold Wallet 度嘅。你匿咗 Live 嗰度認領就 OK 噶啦。佢一個禮物卡，好似點數以前玩個形式出現。首先最抵嘅優惠咧就係會建議買 Ledger Flex 嘅，送70蚊嘅 Bitcoin 美金。大約560蚊，如果計1對8嘅話，因為係7.8幾、7.9幾咁，但係碌卡買咧，我又留意過，通常信用卡係計你7.9幾嘅。咁嚟啦，有啲朋友就話：喂，我唔想碌卡買喎，因為驚俾銀行 block 喎，或者有啲U 卡啊 centralize 嘅，唔係 decentralize 嘅機構，咁可以用 crypto 買，或者你話唔買，可以去翻授權門市買，咁你就都得，但係線下買咧係冇呢個 limit offer 嘅，留意翻啊嚇，因為呢個 limit offer 官方補貼，聽清楚，係啦，如果中意嘅用呢條連接購買咯，可以當請我飲杯奶茶咯，Ledger Flex 就送70蚊嘅 Bitcoin，Ledger Stack 就冇減價嘅，就送咗個充電器，跟住 Nano X 就送40蚊 Bitcoin，Nano S Plus 就送30蚊嘅。留意翻有啲特別嘅顏色係唔參與活動嘅，就係本身指定嘅顏色。所以 Ledger Flex 嘅橙色 BTC Orange 都係唔參與嘅，但係佢會捐5蚊去 Bitcoin 嘅發展咯。咁你就可以睇睇有冇嘢啱咯。記得用呢條連接購買啦。如果買兩隻嘅朋友記得分單。如果 Nano S Plus 唔夠價錢咧，要買兩隻先包運費啊！睇睇你哋，同埋同時購買一個嘅 Recover 服務咧，會額外送10蚊嘅 Bitcoin。有啲朋友就話：喂，我亦都見有啲博主啊、前輩啊、區塊鏈新聞嗰啲咧，佢就話。佢都啱嘅。如果 Bitcoin 升得多，第日你就冷錢包等於免費嘅，即係你而家認領嘅 Bitcoin。當然佢會升跌啦。再補翻句，唔係任何投資建議。有需要嘅記得睇睇啦。好似去到4月4號啊，冇記錯。因為佢送完即止，買完即止啊，指定。好，到時見。下段片見，會介紹呢個 One Key 嘅產品俾你哋。係啦，One Key 嘅產品其實拍咗嘅，同埋我呢幾日我會實際去使用下，對比下唔同冷錢包用幾隻咁樣嚇，揀隻最好嘅推薦俾你哋。拜拜，晚安。